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講嘅係推廣策略。推廣策略就係企業點樣向顧客介紹產品優點，並遊說佢哋購買。簡單講，推廣就係點樣令人知道你嘅產品，同點樣令人想買你嘅產品。推廣通常有6個步驟。第一步，確認目標受眾，要知道你想同邊類人講嘅。第二步，訂立溝通目標，釐清楚你想顧客有咩反應。第三步，設計溝通訊息，要設計一個吸引嘅訊息，例如限時優惠、健康無糖。第四步，制定財務預算。第五步，挑選推廣組合工具，即係用咩方法去宣傳產品。第六步，量度成效，即係要檢視宣傳有冇用，例如喺銷量有冇上升。跟住我哋睇下4大推廣組合工具。第一，廣告，企業用非個人方式宣傳產品，以接觸大量消費者，好似電視、報紙、YouTube 等等。第二，促銷，用短期誘因吸引顧客購買，例如買1送1、折扣優惠、贈品。第三，公共關係，企業透過活動提升形象或保護聲譽，例如捐款、贊助活動、出新聞稿。第四，個人銷售，銷售人員面對面推介產品，例如保險代理介紹保險計劃。4大推廣工具各有優點同埋缺點。廣告好處係可以接觸好多人，提升品牌知名度。壞處就係成本高，而且只能單向傳遞。例子，可口可樂嘅電視廣告。促銷嘅好處係快速吸客，刺激購買慾。壞處係效果短暫，好難留住顧客。例子，超市嘅限時折扣活動。公共關係嘅好處係讓企業建立良好形象，提升品牌信譽。壞處係收益慢，對銷售冇即時效果。例子，公司贊助環保活動。最後，個人銷售好處係即時互動，針對性強，有助了解顧客需要。但係壞處係成本高，仲好費人力。例子，保險顧問推介保單。總結嚟講，推廣策略嘅目標就係令顧客知道產品，喜歡產品，然後買產品。而4大推廣工具各有優缺點，所以企業通常會混合使用，去達到最理想嘅宣傳效果。記住，推廣唔單止係賣產品，仲係建立品牌形象同顧客關係嘅重要手段。有效推廣可以令品牌更易被人記得，生意自然會越做越好。